答問題抽 iPad， 便宜莫貪啊！ Today we're announcing the new 新 iPad 上個禮拜公佈咗，香港聽日有得賣啦。新機梗係個個都想要啦，不過有人因為咁俾人呃啊！就係咧，我有一日咧就上網，咁跟住咧就無啦有個網站就彈咗出嚟，咁跟住咧咁佢就話有個抽獎活動，咁跟住我就答咗3條問題啦，咁跟住之後佢就叫我入我嘅電話號碼，然之後就收到一個短信息咧，就即係話我加入咗呢一個嘅呢一個抽獎活動啦，咁佢話咧一個星期收就會有3個信息，咁樣佢話每一個收5蚊咁樣。就係咁，朱小姐就冇咗15蚊，但係個抽獎就冇晒聲氣。我哋問過抽獎間公司，佢哋話抽獎唔一定中，但係中咗獎公唔公開，佢哋竟然話冇資料喎。另一個苦主黎先生就中咗另一間公司嘅同一招，最尾咪跌咗12蚊咯。因為我去投訴你哋咯，但係呢間公司咧就唔怕俾人投訴咁喎，跟住之後就話咁你中意啦，然之後仲 cut 我線啦。佢哋梗係唔怕啦，苦主點知你一個啊？只要上 Google search 間公司名咋，一紮苦主彈出嚟啦。我哋之前都收到過唔少苦主求救噶啦。總之講到尾，便宜莫貪啦。